贾静雯与修杰楷婚后生下布布、波妞2萌娃，两姐妹的高人气一点也不输爸妈。夫妻俩也经常在脸书、IG 上分享家庭趣事，与粉丝们互动。贾静雯近日出国工作返台，还在调时差的她却看见二女在家里打架的模样。贾静雯事后将影片后置上传至脸书与粉丝分享，意外引起许多地方妈妈的共鸣。贾静雯今22日在脸书写下“我时差，你们打架，这样对吗？”同时附上好几个翻白眼贴图，显然相当无奈。只见影片中，布布先是出手挑衅妹妹波妞，波妞一开始表情相当委屈，等到姐姐停止推人后，波妞突然来个绝地大反攻，甚至露出相当愤怒的表情，用右手紧紧抓了布布好几下。布布似乎被妹妹的反击给吓坏，看着被弄痛的手指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影片曝光后，引起不少网友讨论。有人认为，身为姐姐的布布一开始就不该推妹妹，应该借此机会好好教育姐妹俩。不过，却有网友很佩服贾静雯有勇气贴出这段影片，表示因为一定会有人借此批评小孩怎样怎样，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教导布布的行为，放上来不是为了给大家公审布布的行为如何。且网友认为影片的重点纯粹只是想和粉丝分享布布、波妞的表情，不用太认真看待。不少网友笑说：“妹妹不是省油的灯，姐你当我吃素吗？”波妞的表情像是在说：“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凯蒂猫。”波妞的表情好戏剧化呀，可爱，认为姐妹俩的互动相当逗趣。